素素的人，爽爽的做事人，鸡卵咧起价，猪肉咧起价，汽油咧起价。我种高丽菜一粒10箍银价。泡泡食头路人，便当嘛要起，细厝嘛要起，动车嘛要起。阮的薪水落落的死窟仔水，戆戆咧过日子，剩几工的腊日，你来七宝的门窗，传来过年金咚咚。爽爽无屁想人，强盗做事人的无奈。大人烦恼无钱，囡仔欢喜过年，又搁到年底碗口走，大家大饼扫，准备迎接过好年。厝内若有囡仔读大学，要注册，就要传未来的薪水来读册度日子。门窗金咚咚，落地空空，只好甲喙齿紧加咧，继续拍拼做事。所以换头的人，物件要起价，爱顾虑素素的人。